网络的世界真真假假，呼吁大家要特别注意。就诈骗集团伫咧面册白种也个赖群组无名诈骗，使用这台南市台基文化班学会的统编名称个地址，伫咧招生理找人做台文工课等等。学会表示讲，这拢是诈骗，因无委托任何人做代志，目前已经向警方报案。这个合作 Christine 甲台基文化教室的白种野，整体看起来白相，对这两个组织拢同款，唔过有人检举，其实这个组织根本是假用台南市台基文化班学会系，这种有本身煞咧用学会统编名称来招生理，讲要找人来接翻译甲拍台文的工课，甚至这个老仔佮甲人关去加群组，学会惊人受害，出面赔回。我就甲参加入去啊，因为我感觉讲我对这个长滩台语足有兴趣的，叫我入去迄个社群，内面是一大堆推销的物件啦，叫人安怎投资啦，什么货啊，我就足受气的。这款安尼共欺骗、共诈骗的行为，阮伫即搭遮学员已经万200-300位向即个卖种也提出检举，毋过检举无效。所以我想讲用进一步更较积极的作为来提告。虽然目前也未传出有人受害，不过学会表示，惊到是发生薪水纠纷的代志，找来这个组织台基文化班学会16透早报案，警方等咧调查。虽然宣传遮尔济，也是常常遮侪人会去用骗，但我家己是家己提悬警觉。会来协助这黄理事长吼，就是咧联署伊的这个公司啦吼，来帮助伊来甲申诉，来甲。帮助伊来下架啦，下架这粉丝专业啊，这两个假啦。传新报记讲，甲会飞天会装地，也有另外一层，有人用台语台上台语节目访问王秀荣老师的影片，去大主大意伫网络咧招人做线顶书顶的工课，这拢是无影无遮的代志。乡亲爱特别注意新的诈骗手路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